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不是为谈到俺们世代某个东西有问题哟。今家俺们世代工业食品引来引多，端正的是会引来引少，这才会讲唔清楚某个人世代对的。今家爱食好的东西，讲的一件咩精致处理的东西，是天然的嘢。了解社会的真相，唔单止是为到俺们的康健，也是一种对后代人、对土地的基因同认识。20多年前，美国、日本也多国家都开始推动绿色传统、采体食材认证制度也多。高雄市政府民国18年也开始推广绿色友善传统。要拿到认证冇咁简单哦，大概要买高雄采体的食材1500斤国家。同时，农产品要系安全的青菜水果，也算取得有机认证也都许可。透过农民、传统消费者的连接。希望有韩国多农民来种安全农产，不过也认证标准真蛮高，3年人来认识系六件传统得到认证的。看下来了解一个推广计划，睇实施方有多当用的些困难。咱在地味拢系亚莲菜，好不好？亚莲菜都一样啦。安尼食土豆豆腐无？太过冷了。阮是用白玉萝卜。坚强嘅雅莲，茫茫嘅火拉亮下嘅，食起来芒几车。南方嘅饭瓜含有用椒酱、油味酱同烹头调做酱，向下煎嘅猪羊排。改变呢一般人对客家料理嘅想象。一片风范贵式做出嘅料理，唔但唱看起来东上颜色，重要嘅系也有食材，单单独嘅高雄采体嘅农产品。乐牌它本来就是比较大方的菜，比较太丰的菜嘛。啊，雅莲吼，也个抢色咧，黄色咧，黄色是我们闽农的阿公同爱种的，嘿，啊爱拿来当搭配的菜色。那这种呢，它很吉利，年菜来做菜最好食。伫高雄市嘅夜间客家料理，点度嘅不摆都有客家味。看真啊，边空叠定一种强身嘅瓢头，还有小嘅菜体食材嘅体现汇报。原来夜间传统得到高雄市绿色友善传统嘅认证。认证单单都可以用高雄菜体出产嘅丰富农产，上嘅一道消费者来也食饭。在地消费啊，推广这种绿色的友善餐厅，这个对地方啊是有那个什么经济的繁荣是有帮助的啦。啊，消费者如果说想用地方的一些食材，啊，那对农民也有这个很直接的一个帮助啦。因为现在农药那些，然后或是黑心商品越来越多嘛，对啊，所以你如果是真的是在地，然后有品质的话，你就会吃起来会比较安心。为到会将一定占掉嘅食材料理出同意无缺用嘅客家料理，夜间传统嘅厨艺总监邱玉涵，一旦相同啲阿婆嘅好类嘅传统客家料理发挥出来。去年啲夏威夷嘅营业评审下，还得到去法国巴黎兰大厨艺空间培训嘅机会。今日提飞到嚟菜体食材是为充分发挥客家料理，未做地变做国际嘅美食。我去法国的时候，其实那些法国主厨，他们都说：“你的台湾的菜吼，贵多呢，莫像亚的菜吼，会从西班牙进口，从波罗的海，从哪里。那他都很羡慕我们台湾呢，因为我们的主厨很多都有来过我们台湾，来一些那个5星级饭店来授课，他常常都说我们。”宝岛台湾每个季节的材料都很多，那听到的时候，我们又何必要去崇洋呢？阿姨，今天的菜哪一个是我们高雄产的？菠菜啊，油菜啊。菠菜跟油菜。啊，黑菜啊。黑菜，那菠菜嘞，我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本地的菜都很漂亮。
颗的哦。打造肉玉涵就是高雄市嘅批发市场，同样时节出产嘅食材。苏红拿等爱买按多马街嘅蛋呢，见到蛋呢就会伫蛋嘅上下重点，认真为合乎绿色友善纯糖采提食材嘅使用比例。大部分有高雄鲜丝，有诶紫冠，有诶果蔬，有诶伫个米农，各地方有农友啦，不过季节的关系，它都会有一点点挪动，像番茄有阿莲，然后那个我们三林乡散纳蛮有，每个季节它所出现的菜色不一样，那我们刚好来变换我们的菜单，这是最好的。随着季节吃菜是最健康的。肉玉涵唔但将自家许多批发市场卖菜，和同高雄菜地嘅农会合作，种起有名嘅米农米，还有推广安东年嘅雅莲亚豆、大棚春糖、市场、农米联络起来，未带通嘅销数量。头班俺种前20年前俺种了20年嘞，以前一见到8個月見到講話假死唔喎，落個有40-50蚊有嚟賣，下擺睇賣有30人嘅樣。睇講他家有人啊有推廣啊嗬，有啊農會有推廣啦，市政府有推廣啊，當然假死會過好啊。農民希望政府聽行銷，限價兼發生食品安全嘅問題。高雄市政府喺民國100年開始推動綠色友善純糖，不過要得到認證，請從有嘅條件，就係食材要安全，包括集園譜，包括生產履歷或者是有機的認證的食材。所以來參與我們這個綠色友善餐廳呢，那我們會希望他們在一定比例的這個食材的禁用上，是使用我們高雄在地，而且具有這3個認證制度之一的。這樣的一個食材，那就是我們進入的成為我們綠色友善餐廳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很重哈？不會，唔會啊？有機嘅唔會改重。有機嘅唔會啊？唔會，有機嘅攏差唔多15公斤左右。有機一下是凍嘅隻。喺高雄旗山種香蕉種嘅34成人嘅總販宴，認真體質較敏感，皮亞多農藥，頭拿就會鹹鹹。喺800風災過後，決定愛用有機嘅方式來種植，亞嘅香蕉設計來凍球，麵包師傅唔保持，還留亞嘅香蕉拿來做棒。土家嘅農場地背唔但搶有香蕉、木瓜、棉條，還有各種各樣嘅青菜果子。用有機種出來的蔬果它的甜度、香度都比那個用化學毀的口感好的差不多很多倍了，不敢說幾十倍了，都還好很多倍了。堅持有機種植嘅總販宴，未係蜜蜂實施嘅成員。下卡數到高雄綠色友善純糖主廚嘅講義，純糖出價同佢買，唔是本反而純藝術，對生活都有好處。咱們好啊，因為唔是本來呢太大盤剝銷掉了，因為大盤要是拿我們的有機食材的話，它已經差不多減一半了，價值差一半了，這樣。你給餐廳的話，我們比較便宜給他。可以9點半在舞台左後方，我們有示範料理，謝謝。8料就是數百米唔係許多菜市場賣菜，係許多當日現在高雄省體直接送到嘅蜜蜂設施來買。參加設施嘅太陽有50人嘅農夫，寥寥少少通過嘅有機認證。故所去年開始由綠色友善純糖對亞實施共為合作。所以氣味加個 Q。對，氣味是雞毛。
一种虫害，很小，肉眼看不到。哦，肉眼看不到，它很小，它专门吃花苞嫩叶。对蜜蜂实施当地种嘅政府期，係一間綠色友善村堂嘅住處。賣菜家下仲會同一條農民打嘴鼓，就像看到老皮又強用。全哥，你的芥菜啊，这是芥菜吗？对，芥菜。芥菜甲这是算小芥菜。小芥菜。啊，小芥菜这个芥菜有啥物无共？芥菜迄一粒足大碗的。那个是加工用的。这咸菜的。那小芥菜就比较适合炒。啊，它会苦吗？它还是会苦。台湾的芥菜都会苦啦。除非说日系品种的芥菜它没苦。我自己来看的情况下，有很多好处啦。第一个，我可以跟很多这些小农们有很好的互动，因为当初我就觉得说，这些小农是，不要说他们是需要帮助，他们很辛辛苦苦的，不用传统农法来做这些东西。一定会有很大的困难度。我们身为一间餐厅，可以让他们的东西可以尽快，这种好东西可以让高雄人啊，让台湾人都知道的话，这样不是很好吗？農民實施韓國傳統，連起來就係一類奇妙嘅三角關係。對農民來講，同綠色友善傳統合作，確實靠唔食姜菜買無奈去，未變做了一隻綠色嘅新發現。我们农民卖的是生鲜品，那这些生鲜产品透过我们的餐厅变成一道可口美味的食材，那我们的消费者也是可以享受说啊，这样变化出来的一个料理，跟他自己在家里煮的方式不一样，又有不同的那种口感跟感觉。中phòng東送嘅環境同好，加係方並內賣各種各樣嘅有機產品。一件喜歡同溫馨嘅綠色友善傳統，北方嘅廣告欄蛋糕，下定點度特紅色菜，係呢隻農民也係農場提供嘅。為得到綠色友善傳統嘅認證無按改，除咗連訂3張年內賣菜地色菜嘅量，聽說會有1500件安多，還會通過安全色菜認證嘅制度。現時全國勇士將6間傳統得到認證，中美鎮同亞農每個店面就係其中一間。其他店愛開一間店面，就會愛確實做到綠色傳統嘅理念。不過開店年人來，其下擺差異系列，風格強會掉起來的。之後，其實我印象最深，這1年多以來最大的困境就是颱風季節。去年的颱風曾經一度嚴重到我們那一周是完全沒有菜的。那沒有菜的情況之下，整個西部很嚴重嘛，颱風來了，然後好像比較消退了之後，淹水也退了，結果又再來一個，所以導致曾經有幾個禮拜的時間是真的沒有菜。昆拿店度設計嘅土村，80%係使用各種菜地嘅食材，仲係儲存5個飯係對參拿期生產嘅，麵條係對期產期來嘅，其他含有鵝拍菜同토마토都係四期出產嘅。每樣菜都係煮出同傳統嘅調價，去到產地拜訪過嘅農民種出嚟嘅。不過認真大部分嘅食材本錢卡粗。將開店頭黑馬，消費者唔多優惠很來搞管。剛開始在推出的時候，消費者他對於這個價位比較不能接受啊，因為畢竟也是會拿其他的一些店面來跟我們做比較。可是後來我們也試着去努力的跟這些消費者溝通，說不然你跟我們跑一趟農場看看好不好？哎呀，讓你看到他們為什麼我們的東西會比外面一般的貴，然後他們就是因為我們買到的真的是可以讓你很安心的從產地到餐桌，這一整條線都是很安全，讓你安心可以入口的一整條線。呢度會將菜地有機同安全嘅食材推廣出去，要做得合乎得到消費者嘅口味，韓國來消費，仲未整上到嚟簡潔嘅辦法。
消费者接受度来讲，我觉得它会从这样1年多以来，它得到越来越多的一个回响。那当然，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角度上的调整啦。比如说餐的一个价格，我们让它更平民化一点，我们自己吸收一些成本。好，又或者是说每一道餐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范围让它扩大，有的可能因为食材的关系，它必须要贵一点，但是我们也推一些比较单价比较低的一些餐。调整一摆又一摆，天天的消费者较嫌接受的，银行啲传统食到菜体食材，未行卡做啲了解食物、农民同传统春年穷下嘅真正意义。我觉得就是互相信赖的一个部分，对，因为农夫产生很好的东西，然后厨房又就是餐厅又可以煮出一个很简单然后的食材，然后2个结合其实是蛮好的。像这样的一个店，它是有一个生产履历的部分，那其实除了让大家安心之外，那其实也是传达一种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去注意人跟土地之间的一种连结性。那有这个连结，那自然我们的环境就可以永续，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附加的意义在里面。也按多年来，我国政府同民间组织开始推广绿色传统，含有菜体生产、菜体消费嘅观念。其实早喺1990年，美国就有绿色传统协会。去年日本未开始推动地方认证食品。2004年，菜体民间组织发起嚟强电农计划，一下已经有3000人参加嘅嚟加入。门后吊灯强电农，片东2下班呢就卖枪枪嘅，就啲呀片东有几上热呢。现正吊灯强电农代表店家使用嘅食材，有一般客家系国产嘅，故所消費者食起來未安心加一度。弁当が売っててここで食べれるから安くて美味しいんですよ。なんでよく来てます。日本强電農傳統利用各種嘅方式為表達出推廣支持國產嘅觀念，消費者未隨時學得到各種食同農業相關嘅知識。ここに生産者に来ていただいて、その生産者の産物を使って、でそれを私が説明して、でそれで料理で食べていただいたりとか、いろんなこう文化的なランチと合わせた文化的な講習会とか、そういうのをしてます。透過日本嘅啲嘅雷昆推翻，將開始嘅綠色友善傳統，農民同民眾嘅互動行起動啦。其实台湾很缺乏的就是跟互动，像日本他们是甚至会邀请到农友到餐厅来说明说，今天的这道菜是用我的食材，那我的食材是怎么样种出来，我的耕种理念是什么？好，那日本的业者他们会做到这样子，那目前在国内还是比较缺乏一点。有學者未表示，推廣綠色友善傳統，唔但將會表達有機種族完全強取各自嘅觀念天天，前重要嘅意義係希望改變大家對食材韓國消費嘅觀念。因為全球嘅東西已經入來咧，所以按呢本地嘅農業，其實冇法度撈嘅土地大、成本大、利潤高嘅，也都農業大國嘅產品來競爭，像日本啊、台灣啊樣嘅國家。種下已經冇得嘅種菜咧，可是人客的都市，嚇，因為呢項東方片，人客的都市是來到也種下，到種下呢是到嘅傳統去點一桌嘅風味餐嚇，風味餐，嚇，可是呢道菜唔係本種生產嘅，嘛唔係本國，呢道菜可能係世界特回來嘅，可是呢道消費者因為感覺到，也是係因為呢個問題。也下嘅糧食出現啲安大，台灣嘅後生人但又唔肯去耕種，食材未靠好國外進口，故所大幫綠色友善傳統嘅制度，希望做到提升農民種價多啲位。因為第一台灣呢下農業糧食生產嚇是佔32%添，32%嘅地板唔到2%嘅鋼鐵，佢係有機嘅。所以一隻傳統，佢若係全部用有機嘅，佢到最尾一定會去進口嘅比如講外國嘅菱角啊、青菜啊，佢上有法度做落去。
所以對養興界，比如講日本、台灣養界國家來講，最重要嘅問題係講，點樣嚟提高呢國民嘅農業嘅生產，將來就係講，你若係做得用有機啊，我是讓你加分。綠色春堂嘅概念，也下啲全球各地萬內都有。不過現在各國嘅國情文化無乜嘅相同，故所啲制度學價格都有所漲。日本強調農制度主要係促進豐盛外擴嘅產業，利用國產嘅食材。美國綠色春堂係注重環保，減少大眾嘅食材。高雄市政府嘅綠色友善春堂制度係用安全嘅食材為主。不過推廣會3年內將6間春堂來參加。問題就係稀缺制度地位，無論係中大型春堂，也係細型嘅春堂，一季至少會賣1500件嘅菜地食材，甚至到春堂唔多咁做。我們今年度也會做一些調整哈，針對它的來客數，針對它的桌數，針對它的規模，然後去調整它不同的比例，那給予不同的星級。那這樣的話，我想就會有更多的這個中小型的餐廳哈，小型餐廳也可以來參與我們這樣的一個綠色友善餐廳的一個行列。那我們有學長認為，台灣鐵合合嘅菜地係講係用原始來做標準，強化聽嚴格。點都限制到咧春堂同農民合作嘅機會。在台灣來講，那係呢來講菜地嘅食材，呢用一隻人一隻事，你來限定家嘅範圍哈。其實你係當難做嘅，因為你係對一隻天氣嘅條件差唔多，土地嘅條件又差唔多，嘅蔬菜哈，做得種出來嘅東西差唔多世界其中。在台灣來講哈，呢講。菜地嘅食材哈，當然地方嘅係地域優先嘛哈，將來是係講國產嘅，也係最好嘅哈。唔好用進口嘅，用先對提高國產嘅農糧嘅生產哈，是當有幫助嘅。地方政府全面推動綠色春堂，效果可能還唔係一顯面，還係有熱天天的加熱。近來見到熱會上嘅去了解，討論對身體都十分重嘅過程同相關嘅問題，將有可能進一步打造出安全、環保、和合乎公平正義嘅農業生產同消費苗。